Hello Tony 探路，而家上去30樓嗰度食早餐。睇下有咩食先，自己整鹹豆漿，自己整嘅豆腐花，有蛋糕、水果，係西柚嚟嘅，薰衣草奶茶，可以試下喎，薰衣草嘅奶茶，橙汁、牛肉湯、香菇羹麵。自己撈冷麵，啲沙律，好開餐。自助早餐有魚啊，真係好少有啊！有粽食，又有蘿蔔糕。早餐片、鮮奶冬瓜茶、泰式奶茶，又出咗西瓜，嗰粒唔知咩丸嚟嘅。原來呢粒裏邊係包住啲芋頭同埋鹹蛋黃。食完早餐，而家出發，坐地鐵去呢個哈馬星，喺美麗島轉車，到咗哈馬星站1號出口，去呢個鼓山渡輪往皮津。上咗嚟路面啦，鼓山渡輪站轉嗰邊，鼓山渡輪站買飛啊！用悠遊卡啦。船也喺出邊等客上船啦。上呢隻幸福號，
哇，咁快就到！母親節禮物。食冰啊，好生意啊！今日咁熱。呢啲電動車啊，300蚊1個鐘，一落船嗰度就好多個走埋嚟問你租唔租啊！哇！一望無際。奇津星空隧道。真係裝晒燈啊，好星光。哇！幾大風。係咪好夢幻呢？哇！一路會變色喎。呢個係咩？有個洞口喺裏邊。仙人掌開花。上山去燈塔。石級路。哦，原來咁近嘅啫。嗰個應該係燈塔。謝絕參觀。呢度就可以參觀。單眼望遠鏡。好，现在转过来看这里。導賞團啊。这个来水源这边，来看一下灯塔。指北针怎样？可以转，哪一个指南针、指北针不能转呢？其他的灯塔没有，还有吗？
还有吗？看一下那个文字啊，东跟西什么？南南北。哦，有看过这个？来，哇，真係好靚啊！參觀完個燈塔，而家行呢邊，去呢邊其後炮台150米。步道地形特殊，請注意腳步。呢個幾特殊啊！呢啲就係特殊啊！呢個咪俾啲海風咪侵蝕晒。軍事設施嚴禁進入，擅自入內，傷損自負。入園須知，呢度就係炮台。行住個燈塔，入咗嚟呢度食啲嘢。嗌咗個魚皮湯，一個魚羹湯。啱啱又食呢一間葉家虱目魚羹。好，而家坐船啊，翻過去哈馬星，係咪有船啊？有船啊！哇！呢隻係柯南。而家行去2號出口，擺啲火車頭俾人打卡。哈馬星鐵道園區。呢個輕軌啊！進站請刷卡。大香蕉啊！
打卡完畢，而家去坐車。由哈馬星過咗嚟中央公園站。有乜嘢食咧？上次喺宜蘭食過春卷冰，呢啲咪叫做痛啫。自己屋企整糖啲喎，私人嘅。忠孝路觀光夜市，臭豆腐。呢個夜市條街都幾長。KTV， 哇！真係金碧輝煌。行完個忠孝夜市冇乜嘢啱食，又過咗嚟六合夜市。神戶亭食到飽都係289蚊起。最旺啊呢度！尋日飲咗2杯白苦瓜汁，今日又再嚟。頭先忠孝夜市都冇啦，冇白苦瓜汁，成條街都冇啊！正老牌嚟到真係一定要買白苦瓜，蜂蜜白苦瓜汁。尋日係咪冇開檔啊？尋日唔覺眼有，可能尋日冇開，唔見佢有呢檔。排隊食呢一間，坐低咗喺度等食。都係酸辣湯，嚟買一份手工餃子，買個包食先。哇！個包等咗半個鐘。鹹菜，一個裏邊有嚿五花肉、五花腩啊，五花肉。
係瘦嘅，落咗啲砂糖，甜甜地、鹹鹹地。今日過嚟有一啲鋪頭都冇開，尋日又唔見有呢一檔買一條筋。幾大隻，今晚有好多冇開，羊肉串、炒飯。行落呢一條街咧，有一檔奶茶，好正嘅，老江紅茶。就係呢一間啊，好多本地人喺度買。中杯都好大杯，55蚊。茶味好濃，你成樽嗰啲樽仔奶倒落去，唔錯唔錯。往台北玩，哦，你们去小琉球，小琉球就玩2天的，对不对？自己有啊，喺度食緊。81蚊啫喎。要一個原味葱肉餅，坐低食個麵。魚羹麵、魚羹米粉，70蚊一個。米粉啊，呢個係麵。返酒店再整多杯苦瓜汁。好啦，坐車。條片就拍到呢度，記得讚好、留言、分享。未訂閱嘅就記得訂閱，同埋隔離個鐘仔有新片就會有通知。下條片見。